各位有緣嘅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哋頻道，喺呢個寧靜嘅空間，聽我分享一啲心底話。時間真係過得好快，眨下眼，半輩子就喺呢個紅塵俗世入面，好似發夢咁過去咗。古人都有講，點解會有咁大嘅分別呢？難道真係個天唔公平嘅？我哋下半生所得到嘅福報，定係業障？講到底，都係上半生修心養性、積德行善種落嚟嘅因果。而呢啲無形嘅福報，上天並冇收埋；而呢啲無形嘅福報，上天並冇收埋，而係清晰。我要強調呢度講嘅唔係後生仔嗰種表面嘅審美標準，而係東方幾千年相學同風水學入面講嘅貴相、福相。邊個好彩有其中一種特徵，我喺度真心恭喜你，因為呢個正正代表你下半生注定大富大貴，越老越有錢，福氣好似泉水咁撈出嚟，連啲仔女都可以沾到你嘅福氣，順風順水，一家人齊齊整整，美滿幸福。儲返嚟嘅血汗錢，老本其實係保護老人家尊嚴、維持心境平靜，同埋保證絕對獨立嘅核心要素。有錢喺手，你就唔使受攤大師手問仔女攞錢嗰種委屈。喺屋企講嘢都有份量、有威嚴。病痛嚟到，你可以自己揀最好嘅醫療，唔使等其他人嘅施捨同同情。所以話，擁有一個晚年招財嘅面相，真係世上下巴風水大師叫佢做地角，就好似一個寶庫咁，儲起你滿年所有嘅財富、福氣同埋家庭緣分。如果一個人下巴尖削、瘦蜢蜢、見骨唔見肉，就算佢後生嗰陣賺幾多錢，佢嘅晚年運勢就好似一個穿咗個大窿嘅錢。佢嘅晚年運勢就好似一個村，就係因為有呢顆好似大海咁廣闊嘅心，佢哋嘅財運亦都好似海水咁源源不絕。越係步入晚年賺錢嘅好機會，意外之財就越會自動送上門。神奇到你唔信，唔單止係講錢，呢個飽滿有氣勢嘅下巴，仲係子孫滿堂嘅最高福報象徵。意思即係佢哋嘅兒女運非常好。相反，你應該覺得好自豪，好好珍惜佢，因為呢個正正係神明俾你嘅印記，係保證你晚年過得好似皇帝咁富足，數錢數到手軟，福神授傳嘅免死金牌。呢個飽滿嘅下巴絕對唔係天上跌落嚟嘅，而係你過去幾十年默默行善，無數次向有需要嘅人伸出援手，種下善念最美麗嘅結晶。記住相由心生，心越清，命運就越靚。只有你繼續保持一顆純潔。歡迎各位返嚟，繼續我哋解碼相學同人生命運深層秘密嘅旅程。喺上一集，我哋一齊探討咗下部，即係地角，呢度係收埋晚年福神財寶嘅地方。但係各位，一個飽滿嘅下巴，就算裝得落幾多錢都好，如果嗰個人冇足夠嘅智慧去守住，又或者冇足夠嘅健康去享受，咁都係廢嘅。造物主其實好公平，好完美。黃帝內經都有記載，震氣通於耳，震和則耳能聞護因耳。一個人步入中年或者晚年，如果有一對大耳仔，耳輪耳廓分明，尤其是耳珠、隨珠非常之厚實，多肉摸落去軟韌韌、軟嚟辣。不過，何以上嘅意義絕對唔止局限喺身體健康呢一方面，從心理學同精神修養嘅角度嚟睇，後而下垂嘅耳仔係理解包容同埋頂級聆聽能力嘅最高象徵。大家不妨留意下喺嗰啲千年古在入面嘅佛像、菩薩像，每一尊雕出嚟嘅耳仔都好大，耳珠長到掂住膊頭。相反，耳咗後嘅老人家通常心態都好平和，靜到好似冇波浪嘅湖面咁。佢哋好少開口同人嗌交，唔理閒事，亦唔會斤斤計較後生仔嗰啲雞毛蒜皮嘅錯失。仔女心嘅時候，佢哋會耐心咁聽；出面啲人怨嘅時候，佢哋笑下就算。黃傘後生嗰陣係當地出晒名嘅精明商人，算死草，一猴子都計到足，做生意無人夠佢叻。
就係靠住呢啲計謀，佢賺咗一大筆身家，啲田地多到睇唔到盡頭。但係黃散對耳仔薄到好似張紙咁，仲要向前兜風，因為唔肯聽人勸，亂咁投資，倉入面啲錢慢慢就冇晒。黃散病都起唔到身，攤喺間大屋入面，身邊得啲為咗錢先服侍佢嘅工人，一滴同情嘅眼淚都冇。喺嗰啲又長又黑又孤單嘅夜晚，對住差啲要見閻羅王嘅恐懼，黃散聽完試試咁講，黃散就好似浸死前捉到條水泡咁。佢決定徹底改變自己嘅性格，佢攞咗大部分剩低嘅錢去救濟窮人，鋪橋搭路起學堂。喺屋企佢變得好安靜，再冇鬧人。人哋講喺外地嘅仔女聽到老覲變咗另一個人，就一齊返嚟照顧佢，靠住佢10年嚟種下嘅福德。啲仔女做生意順風順水，賺返嚟嘅錢比以前黃家最風光嗰陣仲要多幾倍。黃善最終享受到一個圓滿嘅晚年，活到90歲。當有人講啲唔啱聽嘅說話，深呼吸一下，打開耳仔，保持生勁平靜，你會發覺當我哋合埋把口，耳仔自然就會聽到平靜嗰種好靚嘅聲音。當放低自我，福報自然就會提升，慢慢累積，改變你嘅氣息，改變你嘅命運，將你下半生變成一副充滿富貴、健康、圓滿幸福嘅黃金畫卷。呢個就係第二個面相改變命運嘅絕妙力量。咁究竟代表住晚年掌握權力、修復人生嘅第三個面相係咩呢？呢個正正就係今日我想同大家一齊睇下嘅第三個貴相，代表財帛宮非常旺盛嘅鼻相。鼻昂直挺，鼻頭圓潤飽滿，好似圓膽咁。最重要嘅係兩邊鼻翼厚實，收得好密實，一啲都唔漏財。佢哋睇透紅塵，明白人生，最厲害嘅係佢哋處理自己後生捱死賺返嚟嘅血汗錢嗰陣，頭腦非常之清醒。對佢哋嚟講，老咗手頭上嘅錢唔係用嚟晒命嘅，亦都唔係用嚟換取虛榮或者人哋假惺惺嘅奉承。錢對呢班有權利換取虛榮或者人哋假惺惺嘅奉承，錢對呢班有權利面相嘅人嚟講，就係尊嚴，係老本。如好多人就算天生有福相，後生賺到一座山咁多錢，但到咗滿頭白髮嗰陣，反而要過得受盡委屈，喺無數個孤單嘅夜晚偷偷流眼淚。歸根究底，唔係個天收返佢哋啲福報，而係佢哋親手打爛咗自己嘅財帛宮。點解？個為現實比我哋換算殘酷好多嘅，古人都流住眼淚咁總結。父母養兒長流長有，兒養父母算月算日。當你手頭上仲有錢，你講一句說話就係聖旨，就係威嚴。但當你揾乾自己最後一滴血，將所有棺材本，自己最後一滴血，將所有棺材本交晒俾仔女嗰陣，你已經無意中。如果日監切養出咗啲自私依賴冇良心嘅仔女，搞到家無寧日4分5裂，長期嘅失落同委屈會消磨你嘅生氣，跟住病痛就揾上門，最後嘅下場就係一個充滿黑暗同悲劇嘅晚年。所以各位聽緊我講嘢嘅老友記，唔該醒下啦。老子講過，唔好插手太多佢哋嘅婚姻生活，唔好咩都攬上身攞苦嚟浸。如果有條件，最好就自己住得閒，掛住啲村先過去探下，玩完就返自己屋企，守住自己間屋，守住自己嘅銀行戶口。呢個正正就係為晚年留住最大最穩陣嘅風水。當你獨立有尊嚴，財政，而家係時候好好享受一杯靚茶，聽下清靜嘅音樂，用自己賺返嚟嘅錢去保養身體，周圍去旅行見識下，呢啲先係福報滿堂真正嘅意義。當你個心解開咗家庭嘅枷鎖，成塊面自然就會發光，展現出安然嘅笑容，而財運亦都會好似清泉咁源源不絕流過嚟，增強。喺之前嗰3集，我哋已經一齊睇透咗守財嘅下巴，
包容嘅法爾，同埋代表獨立自強嘅圓潤鼻雙。但係如果淨係得啲錢揸手，身體又健康，不過個心就成日為咗身邊嘅人亂糟糟，煩惱不斷，咁樣嘅晚年又算唔算得上係圓滿呢？絕對唔算。下半生真正嘅平靜，好大程度上係取決於我哋點樣待人接物，同埋揀咩人做朋友。而呢一點，各位就喺第四個歸相入面展現得清清楚楚。同時呢度亦都係兄弟宮同交友宮所在嘅位置，管晒你嘅人緣、親生兄弟姊妹嘅感情，同埋出面啲朋友關係。從東方生理學嚟講，眉毛係氣血嘅餘氣，同肝臟有住好密切嘅關係。一個人老咗，啲眉毛依然烏黑發亮，眉形齊整唔會倒聲，或者亂作一團，眉尾長過眼角，咁就證明佢嘅。不過各位，正正就係呢種活達、從情從義嘅性格，有時候反而會變成老人家嘅致命傷，一個大陷阱。如果冇足夠嘅智慧去睇通睇透，分分鐘會中招。點解我會咁講？因為眉毛長得大家食飯飲酒玩樂嗰陣，朋友多到數唔晒，但當你撲低有事發生嗰陣，一隻鬼影都見唔到。老咗生氣開始收斂，精力已經冇20零歲嗰陣咁旺盛。你每為鄰居啲閒事激氣一次，每為朋友唔還錢而失眠一晚，每為兄弟爭身家講絕情說話，喊破紅塵，鑑於孤獨。行到人生下半場，最高嘅智慧唔係要加，而係要夠膽揀。你一定要學識幫自己嘅人際關係做減法，要勇敢咁推晒嗰啲冇意思、俾唔到真正快樂你嘅應酬。對於嗰啲淨係識利用你善良嘅人嚟支持，就算係親戚朋友都要直接拒絕。唔好驚人哋話你孤寒絕情，老咗識孤單係身邊冇人陪嗰種恐懼，但孤獨係睇透人生嘅智者，充滿自信嘅一種選擇。當你閂埋門，沖一節靚茶，點一支沉香，舒舒服服咁睇本書，或者喺果綠頭打理下盆蘭花，你嘅心靈就會被洗得乾乾淨淨，擺脫晒世間嘅雜念。到嗰陣時，各位朋友就好似一首偉大嘅交響樂，終於去到最精彩、最感人嘅最後一個樂章。咁我哋一齊行咗一段好長嘅路，睇透咗面上4種無價嘅貴相，由守財嘅霸氣下巴，充滿慈悲嘅重電電霍爾，代表獨立自強嘅圓潤鼻雙，講到識得放低世間煩惱嘅長壽眉。但係東方面相學入面，嘴巴被稱為出納官，即係出入嘅門口。佢唔單止係用嚟食嘢，養大個身軀，更重要嘅係佢係發出聲音說話嘅地方，代表住一個人嘅內心同埋全部嘅氣質。一個人老，但係各位大家試下靜低心嚟望下身邊嘅老人家，或者有時照下鏡望下自己。好多人後生嗰陣笑口常開，但越老嘴角就越向下垂彎，到好似一隻反轉咗嘅船咁。商學叫呢個做福州口，反轉嘅船。有呢種面相嘅人，就算坐喺座金山上面，住大屋着靚衫，塊面睇落都係好苦命。大家知唔知你每心一句，每怪責一句，就等於你自己親手吹走緊屋企嘅一陣旺氣。仔女返工咁辛苦，一踏入門口就聽到你喺度嚟文采投佢名話，想擁有養月口呢個大富大貴嘅面相。最深層次嘅秘訣就係收把口，走就起身，發現自己仲有氣頭，就笑下多謝天地仔女買運面，買件衫俾你，就算唔啱胃口，或者唔係你中意嘅顏色，都笑下講句多謝，讚下佢哋。見到隔離鄰舍發達，真心恭喜人哋，而唔好眼紅或者唱衰人辯嗰陣，與其唉聲嘆氣，搞到仔女好大壓力，不如保持平靜，乖乖地食藥。
相信自己會好返。只有你改變講嘢嘅方式基地，令到成個家族嘅財運心生歡喜。嚟到呢度就暫時過一生生不息，越滾越大。各位朋友，探索5種代表揾年大富大貴面相嘅，令到成個家族嘅財運生生不息，越滾越大。各位朋友，探索5種代表揾年大富大貴面相嘅，令到成個家族嘅財運心生歡喜。大家要知道，和氣生財啊！家庭和睦就係最強大嘅風水基地，令到成個家萬年福分厚重基呢。5種面相講到尾，並唔係命運嘅隨機安排，而係獎俾嗰啲識得修心養性、積德行善，同埋用包容去過完一生嘅人最高嘅獎章。有心無相，相由心生。如果你照鏡發現自己仲未完全擁有呢啲面相，請你唔好埋怨個天，或者覺得絕望。因為命運完全掌握喺你自己手入面，由呢一刻開始，只有你下定決心放低煩惱，獨立自強，遠離是非，打開慈悲嘅心，運年大吉。當係結個善緣，為自己同屋企人啟動旺盛嘅風水能量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分享對你有幫助，又感動到你，請你撳個訂閱，俾個 like 同埋 share 呢條片俾你啲老友記，等我哋一齊將呢啲咁好嘅人生價值傳播開去。多謝收看，我哋下次有緣再見。